现主时世界正咧关注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火，不过咱嘛唔通袂记哩，罗西亚甲乌克兰也正咧相战超过600天。阴暗7点半，对台记台青春咱的帮的采访团队，带大家做伙来看乌克兰的少年辈面对这场战争，要安怎用家己的力量保卫国家的民主自由。罗西亚的这场侵略战争，和乌克兰甲民主国家后面开始合作，甚至进一步走向北约组织的大门。这嘛，甲乌克兰的少年家讲，袂使回头看，必须要向前行，甲国际接接。I planned that I finished school in Ukraine. I will study in university in Ukraine. It just all the plans, all what I wanted, changed for a second. 伫咧乌克兰首都附近的小镇白教堂，有2个要住伫台湾国立党的少年人。战争发生了后，因向台湾建立交通的管道，处理医疗物资运送的后勤工作，用无同的方式保卫家己的国家。3月、4月，我们的总统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们保护你。现在你们要开始住你的生活，开始上班。”嘛有袂少参与过2014年顿巴斯战争的少年人，伫咧罗西亚全面入侵了后，搁再加入军队保护人民，渴望乌克兰会当早日自由，免受惊吓。На даний час це посада командир взводу. У нас дуже проста мета. Нам треба виграти цю війну і відстояти свою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і право на існування. У нас дуже проста мета, і всі її розуміють. 战争所造成的灾难，传达予人类和平的重要性。乌克兰人的绝望深刻，用火用目屎来提醒世界各国。伫咧不安的年代，咱应该安怎去思考未来的路要安怎行？记者高庭宇林建如，波兰乌克兰综合报道。